小朋友，就是这个所在哦，咱要摕宝装真正看头前大声讲出，咱是啥物队？我是家大武力队。好，自我介绍，你是？我是郭仲轩。我是朱文芬。我是白婷晶。我是戴小依。哦，真够这个小朋友，是讲孙着你实在足大心的，你总爱打歌出来，唔就是要互我摕宝装？你想伤济啊啦！哪有可能遮好康的？无啦，阮是咧练习啦，阮咧讨论讲哦，啥物款的题目这较困难的，无大概哦，拢用你的探险队剃头，无毋是办法啦。哦，要增加难度啊！嘿啦，增加难度啦。原来是安尼啊！拄好阮小朋友来遮，阮陪你做伙练习，啊做一个交换，啊，甲会当互你一寡建议，啊，你就互阮摕宝装，这安排真好啊！这个提议敢若袂歹哦。好不好不？好啦，就互恁来斗相共啦。好。大喜，你看有需要倒位斗相共的，甲因讲。有啊，你迄球哦，甲我摕一下。Q。我教。这粒球无啥共款呢。系啊。感觉是 bonus 加倍，这粒球入去了，就5分。哪有可能有遮好康的代志？迄是我白大虾作品呢。你的作品？什么什么作品？啊，我平常哦，唔知影哦，就上吼，啊，我想讲哦，大家拢想要甲学啊，啊，这吼，为我头一工哦来大翕号，我开始学到即摆18年啊咧，迄我粒做一粒。那这一个球，你看够矮有无？迄是我前红的前几工的老花啊，高高的安尼。哇！小朋友，你看大虾安尼乌皮康，你有啥物感受？就泰哥的。这太高了，讲无？快了我就无介意。你快点不要我都剪。无介意。好接。可以给我看。刚刚就无礼貌。无礼貌。中间你咧？这个鼻腔会愈来愈大哦，细哩。较细腻的啦。你安尼一直学，阮伫边仔看呢，有足太过无卫生，而且哦，这鼻孔哦离大脑足近的，啊有可能会破皮、流血，啊较严重的旁收式组织炎，要最恐怖的呢。啊，不是队长啊，啊我若是无学，我规个人我无爽快，啊无我无学要安怎？你甲我教。你真强，你哪讲我哪学？啊，佮讲啊遮顺。啊，就是有第一个咬袂出来啊。我知，有一寡人老想要学鼻孔，可能是过敏，若无就是压力伤大，才会做这个动作。啊，你若是一直做这动作的时阵，你感觉压力足大，你应该吼去找医生做治疗，才会当改善你这过敏的症头。啊，你会当调整这速度了后，你就袂一直有迄什物皮屎啊，还是讲迄流鼻水的问题啊。甲湿度无关系哦。啊，那队长，啊，我平常时啊，拢有固定咧穿啦。照你即马安尼讲，啊，阮就袂使搁学啊。其实真简单，你会当用迄哦棉仔起吼，阮一寡水，甲伊豆豆漚出来。啊，搁有重点是你漚出来了，啊用卫生纸包的淡粉素糖，啊莫收集就对。对，啊去洗手啦。我看哦，伊定啊摕一只这粒球啊，伫樽仔顶啊咧行来行去，我看规只樽仔拢啊来消毒啊。嘿。所以我可能连米足无用，无就甲恁交代。好啊，无你先等去啊。我要消毒啊，啊规间啊就无用啦。来，我们交代。休困啊，先休困。好了，再会啦。你在动。哎呀，你这里都在讲有关你的比赛，这里太过，我拄则去甲你讲一寡新闻知识，你听就要甲我赶走。我看说出去啊，我若莫做队长，我规气过来爱你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可贝，我甲中冠军啦。我感觉好啊，你别讲啦！你莫考，你来提报容易，这粒食了。好啦，哎呦，好啦，真正足感谢队长啦，啊，就互你来提报状好无？好啊。好，啊，咱咪较做伙做一个消毒，这真正足需要。啊，恁准备好未？好啊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你来教。做火球进步，守卫队员爱合力控制球啊大球，看球上尾落落去迄个回合，
另外一位队员就要向前踏几步，而且回答出共声母的字。阮的船员卖伫竹仔搭内底，甲恁斗相共哦，嘿嘿。哎呦，做伙求进步，来哦，咱来到这关。我先甲你讲安怎摕大片好啊，先互你了解一下。行5架有1块大片，10架拢行煞就有2块大片。对咖喱来哦，头先无你爱介绍一下咖喱有啥物好食好耍，还是啥物特产无？牛宝，牛宝，哎呦，哦，牛蒡，牛牛宝，牛宝，哦，牛宝，啊，你家己敢有爱食？无，哦，牛宝最好吃。你啊名声上好的，你无爱食，无试过嘛？小菜啊，你其他的同学敢有爱食牛宝？爱食，爱食有爱嘛？无爱食拢有。牛宝，囡仔人拢较无介意啦。对，伊有一个味啦。嗯，我紧阮介意就好啊。你有来推荐就真好啊。好哦，啊，今晚要开始啊，准备好啊未？好啊，好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来 hockey 啦！哇！要比赛吧？不行了啦！换一粒。你这个 bonus 一定要加2分、加3分，才有准胜。哎呦，来 hockey 啦！ 2分。哎呦哎呦！哎呦哎呦哎哎！歹势，无 bonus 嘛无啊！发起啊！ OK。会当用头啊！用头该害鬼。你是无可能互你结婚呢？哎呦！哦，这个有啊！哎呀，来一波，来 TH 特有啥物字咧？讨厌，特呀，对，来，来 hockey 啦！伊的比赛互人做特呀，用头。来哦，你好第钱，2粒球是几分咧？过去真兄弟，过去真兄，过去。哎呦，厉害又高胜哦，2波。KH 是科有啥物词咧？可气，科技高。来 hockey 啦！哇，真准哦，真紧哦，速度真慢哦。我赶快2波，进2 PS 喝得，破得对，来 hockey 我啦！是讲破得咧。对啊，用你的头该害鬼。好，用你的头。哎，小朋友合作真高胜咧，进2 PS 是知有啥物字？阿嬷乱说，金星啊，知道无？金星，我看无你啊，星星。金星对。来 hockey 啦！你拢无咧甲我主导。我来，恁队长牺牲伊的片啊 ，H 是好对。来 hockey 我啦！进第9架啊咧，哎，好佳在一起。秀姐，哎，头啊是不要，对。 2波。两包这是超过多无准胜啊，无啦，L 是了解，水过关，复习无？看咩啊？复习多一字咧 ，PS 是知，水果对水，做物件迄个做一个就做啦，做啊嘛是啊，做啊嘛是 ，H 好啊，花花水，好，好，对，好。阿哥我后边迄只，甜，后边迄只。后壁讲，我有个后壁讲，好巴布，后边还真像。好巴布。好，真搞，来看嘛是啊，10架啦，而且真紧就行到第10架啊，通啊摕2块大片来，请摕。来，大声个念出来，摕着啥？马祖鱼，哦，搁有。比蟹，好，来打起。就活泼。哇，真正的，这活泼的。来，真高水，来，很辛苦。伊这个介绍的呢倒哭相啊！哎，欢喜。第1关就摕到2块大片，下一关来啊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什么？龙虎笋？咱身躯边定定看到生活用品，经过上挑的我，小动一粒骹手，随便做好耍挑战。探险队，恁千万唔通看轻这的物啊！若是唔捌半项，可能就摕无保障哦。嘿嘿，准备接招！这关安怎算呢？你就是
爱甲杯珠啊拍起来，拍起来了，你爱甲伊接着，接着了，你爱读出这个字，哦，而且你读出这个字了，你爱甲这个字做熟。走熟哦。嗯，两题有一块大片，四题若拢对，就两块大片，了解哦？了解。爱接无较准的哦，而且是爱安尼接无？阿米爱阿米爱接无？拢了解哦？嗯，来哦，到底通啊摕到几块大片咧？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！哎呦，嘿，哎呦，这边这边啊！较慢的，较慢的哦，你看慢食紧弄破我，你看慢点来啊。来，看到真侪车哦。哦有啊，什么字？好大家看者。水水来，大题了，看头前讲。来，水果，水果啊个什么水？海水，海水水哦。来澳洲位，哎呦，你要去带？来，车来要搭到位？搭好了，看头前讲。看头前讲，车轮，车链啊个什么车？卡达车，哦，大这个无可能这紧吧？来，开始。来，哇，路，路搭起了，看头前讲。老书，老书啦，老，路道，看头前，路啊道，个有路道什么路？车路，我车路对，干嘛要叫人剃头啊？哪有这紧的啦？无可能，车无。车过啊，车过啊，来，啊无啊，看一个啊。滚，滚，来，好来，大家搭到位，搭来了，看头前讲。分数，分数啊个课本，对，乖，倒打，手打啦，不是倒打。都打人上来呢。哦，什么道？路路道，路道，老道，路道遥远，啊路道啊路，伫第二个字，搁有什么事通啊？车路，车路、心路，心路、新路、单路，哦丹路水、公路，公路，公路，哦，做侪路的呢。嗯，再来车链，下念一个。车链，啊车若伫第三个字，搁有什么车咧？游览车，空明车、游览车，公共车、客丁车，客运车、水，暗时会来的，迄是啥物车？暗时会来。粪扫车。啦啦救护车，救护车、消防车、拍火车、警察车，盖着车对，警察车。赶紧听到啦，赶紧车，莫甲我车，啊，敢是这个车？迄毋是。无啦，无共款车啦。黑白讲，收大啦，4分2块大片车摕啦。大家轮流哈。围殴，来，树角啊，好，大起立，来吃。来，哇，已经摕到4块大片啊！后一关是上尾关，甲收起来，准备接招，对讲。 Just do it！探险队来作答，留一题就会当对汤啊读一解，见读一解就有分数，加起来若到10分就算恁过关。嘿嘿嘿，我看恁也是困懵困，卖迷茫啦。来 ，Just do it！文芬，你代表第一位，安怎来摕大片？来听我讲，5分通摕1块大片。 10分2块。我甲你问一下哦，你敢有特别介意的色水？粉红啊色，有影？怎么呢？哦，怎么样解粉红啊色啊？哪有一定？上讲一定诶，要来考你的第一个题目，数学。就是色水题，请出题。详细听清楚哦。阿华有黑色、蓝色、白色的水彩，伊想要调出朴色的色水，借问一个爱用倒两个色水调出朴色的？要调出朴色的，爱用什么色？加什么色？黑色抗白色，黑色和白色，你平常时敢有伫画图？有啊，有啊，还是画得一种？水彩，水彩较济。哦，所以对配色可能较了解。啊，毋过歹讲哦，你确定？确定。什么色加什么色？黑色加白色，
黑色甲白色会变肤色，对唔对？哦，来，请解释一下。唔对，就是黑色加白色，因为白色呢会互伊甲其他的色水变较浅，所以黑色加白色就会变成肤色。哦，好，来选一空，看你通啊摕到几分？这康好，确定哦。到底这空会是几分呢 ？Just do it！ 哦， 2分！哎呀！大家好啦，袂歹啦，毋是一分的啊。好，来出后一题。小鱼，请问你数学敢有好？啊好，伊的面。普通。普通，到底你数学好啊无好？就来看这个啊。逻辑题，请出题。小朋友上细挑，阿明伊参加招标比赛，伊做的时阵超过这个第2名，请问伊是第几名？逻辑题，请出题。小朋友上细挑，阿明伊参加招标比赛，伊做的时阵超过这个第2名，请问伊是第几名？你想第2名，第2名，伊超过第2名呢？对，伊是超过第2名，毋是超过第1名。哎呦，所以你的答案是第第2名， 2名，对唔对？哦，啊，伊原底是第3名，所以伊一定要叫过第2名，伊才会是第2名，安尼知影无？安正，伊做巧的呢。真巧，来选一空。讲啥？你讲啥？我讲你较快刷到一边的啦。有啥物选到这边的？我刚刚一边较有感受啊。你有感应哦？好，来看卖。你就不要。所以你要选到一项顶头的，个这项哦。好 ，Just do it。3分啊！ 5分，队长， 5分啊！我感觉咱家己的喙天起来，袂当用天的，袂当天。大贴不就好？哦，大贴布，大贴布。其实我感觉这题吼，对伊来讲可能嘛介简单，简单哦。因为吼伊台语能力真好。嗯，我要来出的题目是第二题，请出题。上细条清楚。啊，这今仔日去夜市啊，买一箍手指挂伫手的，真正足好看的呢。哎，这么一个，我倒位讲唔对，水，水，真正足水耶！你比队长就表情，互你感觉唔对。应该爱讲漂亮。我你个手指哦。手指。好，所以你的答案是手指，手指，对唔对？对对。这绝对要学习一好下。实一个，是单位量数哦。手指爱用一卡，唔是用一箍，安尼你知影嘿无？呐，知一卡手指捌听过无？你送我一卡。无。因看即摆这因即摆个年纪，哪有可能你无咧挂送手指手指啦啊挂手指？是啊。嘿啊，是一卡，毋是一箍。有学起来较重要。好啦，歹势啦，无分数，啊一位你请等伊。重恩，换你后，上尾一题哦。我甲你讲，非常的关键，你这个分数，因为咱目前5分，你若对，佮选到5分，就是2块大片。啊，毋过你若5分以下，就是敢若一题。了解吼？最近有去看电影无？有，看什么电影？袂记啊。哦，不是啊。最近有去看电影，啊，毋过看啥袂记哩啊。哦，可是你看都侪都侪出来啊。好，不要紧。要考的是生活题，请出题。阿华甲伊朋友吼，做伙去看电影，啊，迄个贴票直接甲因讲吼，这是保护级的哦，你若无大人陪吼，就要明年才会当来看。请问阿华伊即马几岁11岁， 11岁，你敢捌叫你贴票的看电影贴票的这问过这个问题？无啊，伊问讲你几岁无？哪捌？好，所以你的答案是11岁， 11岁，对唔对？
吼，对啦。叫你赶会数哎呀，啦。哦，真正是来，请咱洪小姐解说一下。无唔对，咱保护级的是年满6岁，啊未满12岁，所以这中间呢，拢爱有大人陪你去看，安尼知影无？了解无？哎，好好啊，算哦。好，我尽量。干啦，一个机会尔哦，一个机会，这侪空干那一个机会，一个5分咧，请选。你要互伊提示，互伊一个提示。好啦，互你一个提示啦。恁头先队长讲的，敢若有淡薄仔道理。食，有淡薄甜甜怎样哦。要选呢？我搬落去。啥物搬落去？伊要你搬要甲我搬就对啊，好啦，来好， ，just do it。你也会赢呢。对，好。哦，咱各种拄好找着10分，通啊摕2块大片来，请摕。上，哎，都无去跳伊。摕只大片大声甲念出来。两地。耍嘞啊，好，搁一个。黑暗好车，，打 Kitty。好，剩一地啊。哇，我甲文班秀起来袂歹啊。我感觉队长吼伤过分。队长是过分。我见伊这个行为绝对会受到惩罚。来，到底摕到6块大片的囡仔遐囡仔只敢摕到宝藏嘞？赢来！来自嘉义信义国小的囡仔遐囡仔只要来摕宝藏咯，摕到6块大片，敢有想要耍威一下？无，就照安尼。对，哇，真有自信哦。对。好，来分分，手甲换咧。我讲车飞的时阵才飞哦，而且爱飞超过1空才有准绳。车飞，我过了。哇！班长，来，小朋友来吃，恭喜哦！来，咱开一排。咱摕到的宝藏是木造七头米。恭喜！哇！七头米是一个音乐的客啊哦。圣诞的音乐客啊！对，是音乐这是爱客啊家己做对，你起来对吧内底拢是木的，啊，你爱家己念，家己啊安尼斗。哇，真赞呢！恁敢有摕过这款的咧宝藏？无，无吼。好啦，啊，你今仔日参与落来心情啥款？欢喜，欢喜？敢有淡薄仔紧张？袂，一点啊，一点啊，欢喜较济就对啊。重现看你真享受，伫个这个船仔顶，你的感觉啥款？最欢喜。真欢喜哦！啊，搁有无？无，伊头拄摕到5分，搁跳舞的。搁跳舞啊？不是不是真正有斗哭相的对啊？嘿，伊摕到这大片拢会安尼，啊，为什么摕到宝藏你？你无安尼？伊算是笑容呢。这真好高真好，级的。来，阿经理咧，这快乐，这快乐的啊！阿小姨咧，就好胜诶，最好耍的。后摆搁要来无？爱，搁来。哎，过来，好，继续讲台语就有机会，过来摕宝藏，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大家爱台语，我听到啊，你爱台语真大声。